别站着了，过来坐。我有话跟你说。害怕吗？选秀女，你害怕吗？选秀在即，你却有闲心为旁人出头，都不知你是真害怕还是假害怕。又是选秀，每个人都在提选秀，可我又能如何呢？躲也躲不掉，只能眼睁睁的等着了。我第一次见到你姐姐时，她才15岁。那年，你阿玛回京述职，她也随着来。正是春天，天气出奇的好。那天蓝得好像水洗过一样，微风中夹着花香，透人心脾。我和2个小厮去郊外骑马，远远的望见一个小姑娘在山坡上面骑马。你也见到过若兰的骑术，她那日骑得比在马场上还要好，笑声像是一串串银铃般飘洒在山林间，里面全是满满的快乐，让听到的人也觉得心里面全是快乐，跟着笑起来。当时我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紫禁城漂亮的姑娘很多，但若兰却不同。那时的姐姐是恋爱中的幸福女子，以为自己和所爱之人可以翱翔于9天。她的快乐是从心底深处而来，当然和紫禁城中那些一辈子也不见得拥有一段爱情的女人是不一样的。是巴阿玛，是他派人去调查将军的事情，所以阿玛才会派他去做前锋。我回去以后，忙着打听你姐姐，又一直想着该如何去求皇阿玛把她赐给我。在我想方设法的时候，额娘告诉我说，皇阿玛要把马尔泰家的大丫头许配给我做侧福晋。当时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没试过这么高兴。皇阿玛颁旨的第2天，我就跑遍了整个京城去找礼物，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我才寻到一只凤血玉镯，想着等成亲那日送给她。是这个吗？我终于等到了大婚那天。可是当我掀开红缎盖头时，我才觉得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那个让我思念了2年的人和眼前的人，判若两人。他从来都不骑马，也很少笑。我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认错人了？后来，我派了人去西北打听，几经周折，才知道原因。那个人是怎么死的？我派去查问的人惊动了你阿玛，你阿玛为了让他避开，派他去做了前锋。后来
不要把它拿下来。这是给姐姐的，是给我喜欢的人。答应我，永远都不要拿下来。不要害怕，我会想法子的，总有办法让皇阿玛把你赐给我。我不要。难道你愿意做皇阿玛的女人？我不会逼你，随你。回去吧。入宫后，不要再像老师寿辰那天一样装扮自己。如果你不想引起皇阿玛的注意，就越平淡越好。我不愿意，我什么都不愿意。我只想找个真正爱我、疼惜我的人，不要做一个仅仅是闲时被赏玩的女人。我是人，不是东西。我不要被刺来刺去的。